呢個咁遼闊嘅東博寮海峽，大家覺得係咪好靚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 Isabella。今日咧同大家介紹呢一個豪宅，係位於港島南區嘅海悅，裡面咧分咗6座嘅臨海分層大宅。標準單位實用面積由1300幾尺嘅3房2套去到3600幾尺嘅4房4套，而呢一套咧1697尺嘅單位咧，原本開則係4房2套，而家由著名設計師改咗做3房2套，即刻帶大家參觀一下。流線型設計嘅露台，加上落地大玻璃，將遠至南丫島嘅山海美景都引入屋內。長形客飯廳除咗有充滿時尚品味嘅精緻燈飾之外，設計師亦都採用咗大量嘅精品擺設，為家居增添咗唔少藝術氣息。呢個單位嘅開則係廳房同向，享受到咁靚嘅海景之餘，同樣亦都擁有非常高嘅私隱度。主人房同隔離嘅睡房打通咗之後，令空間更加寬敞舒適。每朝早起身望到呢個咁壯麗嘅東博寮海峽，美好嘅一日就由此刻開始。步入式衣帽間亦都係由設計師精心打造，男女主人各自擁有專屬嘅儲物空間。主人浴室採用咗大量嘅天然石材，典雅貴麗，仲有窩心嘅雙星盤設計，淋浴間同埋浸浴缸同時俱備。嚟到廚房，呢度嘅煮食爐具同埋電器全部都係採用頂級國際品牌，亦都配備電焗爐、紅酒櫃、洗碗碟機等等設備非常齊全。一花一世界，一葉一如來。呢個接近5萬平方尺充滿禪意嘅園景，係由當代日本著名庭園設計師德雄山健公子嘅住持所設計。大師將日本庭園枯山水融入現代空間之中，靜觀山水，感悟當下嘅清涼自在。海悅嘅會所超過35000平方尺，有不同嘅康樂設施，其中最令人嘆為觀止嘅就係呢一個無邊際泳池。沉浸喺呢一個海天一色嘅美景之中，係咪好似去咗地中海度假咁呢？海悅嘅臨海分層大宅，戶戶背山面海，千金難買向南流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歡迎同我聯絡，我會為大家詳細介紹。下次見，拜拜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